其实水桶也嘛当会传承啦。5到50岁以后，实在上讲，人生除了传承以外，会做埋东西咯。因缘际会啦，你先爱抓下指导爱欣赏，记住我提办落来，我看哎呦我提人都按看你素材按旧的来去甲看你素材摸，是可以做到意愿的东西，紧做紧有兴趣，感觉人生紧了紧精彩安尼。无良心水按做，今日要做按做的，我细人太咧，俺妈落去做啊，做，哎呦，心好安详哦，该会。大摆来拢无感觉去安详，要么紧来紧讲，音乐比音乐讲。做什么像什么是我的原则。既然承接了，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永续的经营，跟儿子在这一块里面共同打拼，让更多的客人能够品尝到正宗的日式料理的美味。我想这是我个人想要的一个感觉。养着条从前，春风过去，强娘都后每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黄下线，梦中泪风思念。西瓜清甜，梦里梦，太初本年苦渐渐。酒处处甜归烟，年年应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花卉嘅新物係全台灣唯一嘅客家農村，領導邊有100年嘅師傅傳承定世代嘅記憶，有人用料理來表達對家鄉嘅情操，未有人用料理堅持承諾延續家嘅信仰。今日就帶領民族共下來啲新物，來啲品嘗有濃濃人情味嘅好料，含甲空地地度嘅小南故事，來啲。新埔係南投縣最早開發嘅所在，係嘅都係客人為主，兩位有豐富嘅海洋資源。古時以出華山係嘅客家人，啲啲留7家嘅特色，高等辦港中辦大魚嘅生活，打破嘅傳統山客家海好路嘅印象，俾到保留在地鐵遊嘅文化精神。鄉民期盼嘅當道發通，希望做得延續老祖公嘅智慧。啲歷史遺址地度，探訪了嘅有人情味嘅米子鄉。嗨，理事長。哎，民主你好。哦，給你風動台哦。動台哇，真係你媽大意啦。哦。太好了。要轉兩邊風長沒吹到。這樣子我們不要離攝影機。對，文策院子好咧，今天真風動台哈。來，前面關下到邊講有商夫啊，怪獸人地講新埔有商夫，對不對？唔係呢天哦，hắn當到大新埔，你唔啲來你回旋來有10商夫呢。你說新埔人家唔啲那邊有商夫？沒有錯，沒有錯。天哪，那我們一定要好好帶太感了一塊。因為這秘境裡面就只有有緣人、有緣人才看得到啦。哎，走，我們今天很有緣。好，來去看看好不好 ？OK， 沒問題。超大的。好，走咯。哇！接談到澎湖有崇心師傅。三唔啲新埔沒有犯法嘅幫人師傅權。睇嗰個老漢人用又大又尖嘅玄武岩做嘅木匠用，新埔嘅師傅係用生卵做嘅，係土卡絲粗嘅工法，按貼片限定人哋嘅素材，確實本人懂我咯喎。哇，理事長要到畢業證你懂南行哎。都要想運通裝哈，真的，要小心哦，要小心哦。呢度全部係鵝卵石哦。嘿，錯，你要是那裡漢人講嘅石紋，少，嘿，國語這樣講石戶，石戶對不對？漢人講石紋，就是在旁
旁边这个吗？对，这一整个都是这个，大概有250公尺、300公尺。看到个米耶！嘿冲呀头发呀衫服啊，很慢你去干低嘞。其实爱乡协会俩今年有做田野调查，本来想讲来本地人鱼的，结果查文献两地原来因为200年前有平埔族人开始有两个石户的。真的。其实我看到这个石户的时候，就想到客家人为什么？因为客家人的农田里面有沙包，其实它是一样的道理。对，你好聪明，一个都会吼。对，其实我就觉得它看起来很客家。是的，它跟客家叠石法这个5切1、6切，你看这个石户这石头，你看它叠得起来的都，你看你从这边看中间1、2、3、4、5、6。不是5包1就6包1，跟客家叠石法是很像，是可是不完全相同。你说出下副曲就用我一讲係5講啊，嗬，喺全台灣唯一嘅客家5講，咁下嘅師傅來講，然後客家人咁有關係。就用安語講，閩南兩片最頭嘛要加隻十文起來，客家人就該經營嘅，因為漁業資源一直匱乏。您冇法度靠做210文总维持生计的，所以发展农业讲呢。刚用干啥嘞？我哋跟爱乡协会开始发现，你啊动好的文化，咱的资产呢，结果不因具体动打伤，所以你看你啊有到发展爱协会开始发起工作假期小旅行希望台车来学来贴了15條。我向協比希望牽起大家細日頭。強下束縛醒目嘅歷史，透過期盼各種不同，融合人文認識老生態體驗，本參加嘅人都做得深入猜題，感受自然嘅獎，了解師傅有關嘅情形過後，才能穩坐怪嘅山，準備體驗壯吳嘅神奇了。哇，馮正賢嗰太好，你知道人家就去入盤呢，係嘛？咩愛鄉協會嘅大哥？好，人家就去要準備加菜。可是，我看下水，董橋沒一層，對不對？蠻深的。我們走進去裡面看看好不好？李長，你辛苦了，你在這邊等我們就好哎哈。告訴我喊我救命了，我就跳下去。好 ，OK， 好。開玩笑了，不會了，哪裡機嘿？要跟上次。慢慢行哦，哇！哎呦！anh nhớ danh gì mà yêu người mà? Đi ăn có thể做體驗。體驗。不知道台灣人都要用這種的哦。係啊。真的，在潮間帶退潮的時候。你啊，講實在，全部嗰種嘅水較無嘅啊，所以冇變錯吧。海比較少魚了，為什麼？因為嗰種嘅污染嗎？污染啊，還有亂捕亂撈啊。魚都跑比你快了啦！要把它趕到死角的時候，它才會往回跑。衝動嘅女生你這樣趕不上魚的速度的啦。做夢嘅。有抓到魚嗎？這有嗎？有。來看什麼魚？你到底有沒有抓到魚？我們這邊沒有。你沒有認真啊！這什麼魚？很認真，看一下。我看看。小魚啦。哎呀，受傷了。這個魚不要抓哦，嘿。這邊。這是鯰魚。這個是鯰魚。就是那個。長得還蠻可愛的，可是安 C 米也唔拉生。還有小孩子，嘿。因為讓小可以聽這些漁民朋友真嘅非常的辛苦。本來當辛苦，種下因投信冇輕鬆啊，冇輕鬆。師傅係一種人流大海相互挖溝嘅作業方式。聽講上集司機一日做得到幾下百擔嘅魚，但下晒漁民面對嘅貪心，海洋受到嚴重嘅污染、流破壞，這種好光景已經冇嘅。了解來到新埔，唔但將本來了解大漁人嘅生活，未了解嘅生態保育嘅重要性。地海還有行較神奇嘅任務等等嚟去做哦。哇，厲害個！一款嘅師傅啊，做了看到人家協比地圖，發現到你們真的很完整的吼。那保護也嘅幸福也嘅素材。錯。對啊，咁你哋哈，我來帶嚟體驗嘛嘅咧。你啊吼，你係唔用哦，係叫做南蟲吼。中文係點樣講咧？海鯰魚。海鯰魚人都南蟲。係做得嚟做魚人。係，今日搞做魚人。好。佢哋當杯吼有層，該縫嘅吼，該有
该吼要处理的吼，该蓬无蓬的算迄个个。该腥味来，腥味来，还要出手出错的吼，所以按吼先拿佢嗰種嘅處理體去啊。是，沒錯可是加做嘛要用一個南瓊海鯰魚來做魚鹽呢？因為佢咧吼，係算嗰種嘅較便宜嘅魚啊。哦，係啊，菜啲嘅。菜啲較便宜嘅魚啊，其他嗰種嘅都較海帶嘅啊，唔係較高級嘅啊。哦，所以變成講，有到嗰種嘅做魚嘅做到吼。佢票退大送嘛，呢一種嘅漢姆加斯，係漢姆加斯啊，嗰種嘅變成無人漢無人去買啦。嗰啲嘅海鯰魚南瓊啊，拿來做魚鹽好食冇？哦，真好食哦！真嘅，真是。看人表情，真是。應該真係都好食。係，而家我教人要慢做。在你泰國嘅介紹之下，我就了解到，原來南瓊係海巡接上做嘅到嘅魚種，不過因為處理起來都麻煩，做得食嘅肉又較少。營製嘅價值唔高，就算滋養豐富，但因為當少人好食，故所老記得特的。菜地鄉親唔盼得大上台，就想出方法，揾佢全新嘅用嘅。要教鄉下過後，應該就要開始嚟得對不對？錯啊，按。這個我兩講係特別容易。係，唔知看啊，係按拿起來得下去吼，千三萬得唔怕。千三萬得好。係，得越長越好食。泰國你本身喺做嘛嘅？我做嗰種嘅早餐呢。你買這位啊？係啊，我買早這位係做。咁你做嘛會揀呢片飛咧？咁我係出我本樣吼，佢來了嗰種嘅參加吼，我填佢來了啊。啊，看到了要交地咯，出落來了咧。咁你之後來到一特別老太家鄉下無限要快樂嘛？哦，真歡喜，真快樂，係要物嘅大家全部要鄉下做出錯嘅，大家出當歡喜做出錯嘅，係。透過愛鄉協會結合豐富多年嘅生態文化，然後生發地下嘅土地上嘅人，然後相互嘅信任，傾鄉下。做5年嘅過程度，做得深深嘅感受到大家同心合膽，為家鄉打拼嘅熱情。理事長同熱心嘅，講我帶我去認識一個做得老普通嘅食材，變做好料嘅師傅哦，鄉下來你老幾好。哎，明珠，聽下做5間好搞嘛？都好搞啊！第一班認識了嘅這個海鯰魚。該5間做些當好食咯。真的。不過吼，還有下特別的有啊，你下圖你本看下嘿，能介紹一下我們這個美女哈，以前啊，開玩笑，我們都好朋友。你很強，你肉嘞？當然我們的主廚徐海琴啦。哦，海琴姐。我們的這個海客創意料理都是由他來幫我們做掌廚的。海客創意料理啊！喜海琴太子幸福行業，因為阿妹做攀走嘅條路，只是你湯木水之下，除太曉得是好料嘅，咪當好做事咯。退休過後，喺理事長嘅邀請之下，加入為協會，向下味道推廣幸福期盼嘅新農理行。開發出一出創意嘅海客料理。好，海琴姐要來做一個海客料理，海客創意料理到底要做乜嘅咧？哦，基本哦，做半條。哦，有半條客家。你客家嘛？半條。嘿，這你哈。你啲海我帶海筍當到海產，普通嘅料理是魚肉，基本冇用蝦肉。嘿，你買隻蝦公轉來自家煲。哎呦！很真啲喎，下講咧，次次另外送來攞啲一嘅豬肉嗬，食下一樣會刁人嘅味道呢。首先什麼冇吞下。走後一起。自家煲好啊，冇買蝦肉，你蝦肉有得要浸咗嘅啊。你買啲生嘅蝦。人家就挖海啊。挖海是好的呀。新奇，對不對？錯。真的。好，你要老鄉下，好，揸下來牛做。好，你啊，台灣你要吃蝦公豬肉，做埋豬肉比較會釀。好，要配豬肉。好，兩邊就炸。
盐巴，嘿，唔好烫多，因为下工会下。哈，胡椒粉点点落胡椒粉去。是嘞，嘿，米酒，米酒挺正味 OK 哈，米酒嘿，安尼样一听到米酒，因为一点点，麻油，嘿，炒让它香。也感觉胶原甜甜。是胶润哈，迄种小口德国其实较硬啦，较要硬，唔见硬，其实见硬劲吧。哎呦，越咬又就越团结了。嘿吼，黏黏咯。系啊系啊，还会咁啊嘅？哎，留點芹菜落去。芹菜落來嘿，較香，你底巴都芹菜落葱誒，切到油嘞，很香啊！冇聽出哦哈。睇住古時人都也到位嘅地度，主要最負責做一個創意料理，係嘛？係啊，你啊，創起了客家嘅創意，全部很愛嚟做啊。真的，啊，用阿冇做？剛愛從細愛媽攀竹啊。哦，你媽係攀竹嘅啊？怎麼做外匯啊？啊，咁你就古時你就從細看到他啊？當一批啊。當一批。是係也到位嘅客家人可能較多買嘢到海產，較似嘅，對不對？嘿，了解。佢哋順轉嚟9點啊，轉嚟長啲啊。裝訂，差唔多其實嗌9點咧，嗌上來轉嚟，當然冇空啦嘛。啊，古時你冇人去訂哦？嗌當然唔會，嗌朋友是出去啊。等佢天發啦，等佢天發。啲海黔子嘅口述地度，傳統客家攞海米兩種元素搭配到當對搭，薄色嘅色彩，每一米按內變出新花樣。上少嘅阿妹嘅好廚藝，還有對家鄉嘅愛。透過做色，樓上係菜體飲食，留風土人情融入到地度，仲係變奇術樣嘅，變出當道上面嘅澎湃。眼見得唔切，想我試試一下了。哇，做得錯到呀，到位呀！雖然用按澎湃嘅海客創意料理，就連感受到呀一層一層鋪，就是從海邊吹來的風，對不對？有嗰種有一些溜溜鹹鹹嘅米湯，這樣有海客嘅感覺，對不對？海邊的客家人真的，海晴姐，你這個吼太厲害了，冇搶到啥起地度食，搶到飯店地度食嘅供應，你還要去擺盤呢，吼！我理事長有求當多。理事長也有求當過，就唔好件件啊，說出去拜拜下啦，發圖發發。懂要求啊，吼！而本太家食到安樣色香味俱全，對不對啊？你個係剛才你做嘅，自家做嘅哦。啊，順頭也個醬料係乜嘅咧？洛神花。啊，黃色就會結醬嘛。是頭啊，你嘅結醬。好。海梅。哎呦！很真的哦，所以冇醬做唔得，你大醬是做唔得，一定要有醬。海鮮的醬它調得很好，哈，是沒出錯。挺好吃的，一拌調後，真超級 Q 的，而且下工呢，黐，另外送來老丁一個豬肉吼，食下一樣做過樣，我刁你的味道呢。首先什麼冇吞下嘅，大眾下冇乜嘅食材。取得是會下單純嘿。在中華飲食玩意是簡單，東西是都冇像都市人專門是個調味料。你是都最都是簡單的那東西，就自然的東西。理事長，我給你一個建議，你這太好吃了哈，你擺盤子擺一個這樣不夠，你就啦，之前擺得再漂亮，可是因為為了三馬都囤下，伊古說呢，想我照顧自家己照嘅。好，我食下嘅酸油。客家嘅元素都喺地度，來食下包也饅頭吼。哦，你個鹹菜乾係馬上阿婆滷嘅，我叔婆我煎滷嘅，很香哦。10公元呢，真嘅。我不用10公元，我根本就冇不用10公元，不用輻射。哪有10公元的，哪會做本嘢？一聽到10公元，那麼香，我每個吃2斤元的冇按香，人家大口都是香。真的。他趕你後，要是拿這種有成年的呀，鹹菜乾來嗆你哦，代表他真的把你當家人。嘿，不可能，你講按這啊，什麼？行業不可能是不是的？對，是的。不可能，這才有這樣有黏味啊。有娘媽買米頭嘞哈。真的，不卡嘅米頭，而且啊，也給3層肉有冇？薄到落了，又香又落。人家也給鹹菜乾吼，真嘅係刁人味吼。哎，什麼吼？那是要減肥，可是不知不覺就老貴這樣滿頭是醬料。
但是阿伦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而且然后第一眼哦，来都要到毕业哦，一定要吃这个。我今天才知道那个海鲶鱼哦，海鲶鱼然後甲巴剛人都幹嘛？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咁咪煮鹹菜湯嘅客家人。哦，真的哦。菜天種煮鹹菜湯。已經係當高級魚種，它腥味比較重。可是哈，有一个让它变很高級，就是它很新鲜。對。回豬都給筍紅天天，做啊多陣來就先拿來做了是，新鮮就是高貴，對不對？哎，內行的。也是對一個5年本來想到一種回憶。很像去那个渔港玩的时候，都给惠笋后吃那个小摊贩现做那个鱼丸的海味，而且在做南昌吼，当松当软，其實剛開已經到當面嘅，嗰時候當幼嫩嘅。在den亮亮嘅鹹味嘅海風，再度食den海鉗子嘅料理，最控度係黏黏懷香嘅生發氣味，堅持對環境嘅尊重。純粹嘅食材唔是到調味，稍微複雜嘅做法，點都還可做得保持食物嘅味老黏味。本人亦食過超有年頭咧。真嘅，對於你客家人來講啊，可以在海邊找到客家人，那真的是很稀有。後代游泳也得，安樣有這個新屋的愛鄉協會，叫他來做，這樣有辦法本外人來抵嘅吼。這是我們應該的啦。你做理事長。南投一定行較錯，冇解本支持安樣愛繼續行下。其實最聽我嘛當係傳承啦，不過到50歲以後，實在想講，人生除了傳承以外，會做埋東西咯。啊，所以因緣際會啦，你像我底下指導我嘅先生邱杰老師，啊，佢度我哋辦落來，我看，哎呦，我哋印度按看啲素材按照嚟來設計，看啲素材摸，是可以做到語文嘅東西，緊做緊有興趣。剛剛我人生緊得緊精彩啊！所以緊開發，然後想講要能永續，就慢慢咪行到做小旅先了到。真見到協會地度講咧，志工啊，夠有特色，有自家嘅轉手。海清姐，你作為19年元老級的，你有乜嘅事情幫你做講英雄傾城、傾感通嘅冇？該是除了舊咧吼，聽咧理事長啦，頭前那年按樣做，無良心水按做，今日要做按做的，我細人太咧，我媽來去做啊，做落去嘅時個，我老公就會義消，那時候義消成立，哇，是落來聽咧去向他做，哎呦，心好安詳哦，哎呦，該會。逐擺來都無感覺佢安詳，要麼緊來緊講，音樂比音樂講，所以慢慢去研究，去到幸福了。現在我很同好來了，當獎啊了去，這樣是愛到佢咧，是做唔起咧。覺得透過那個協會去甲投入之後，發現到去甲對這個土地很較愛耶，夠一擺想到佢，而且甚至是更認識你，但還冇按敵呢。其實當初先來做了個下，嘛當然。不看好，發現當你生活的地方，梗要買好看咯。喺呢度昂嘅時候，要呢度冇買景色好看，用為要人願意花錢落嚟啊消費咯。咁個時間向我前面講，我慢慢要攤落嚟。其實睇下哪啲素材先當好。伊最頭我朋友對家下吼，我老釣人窮用，啲嘅土地嚟到了。咁個兩個朋友都我講，三日了唔會睇啦，因為太多東西了，所以吼。慢慢深入講有慣性又講了解，發現來了全部當到婆，所以我嘛比較想法是講，來了我嘛想到了觀念分享問題這個莫看向這個，其實當到東西來你甚至來這個文化，來你嘅結果後擺講有漢化會發展。肯定理事長對家鄉嘅愛，這種無私嘅奉獻不愛當批駁，當到嘅人。仲係上帝愛追求望得啲嘅繁華世界，實際上唔到啲嘅，攞身邊嘅幸福當作係當然嘅，冇注意到眼前嘅好風景。愛向協會嘅成員用實際嘅行動，舒服地自家嘅家鄉，潛在做一個在天然嘅驕傲，留此我認同。甘肅鐵醒目嘅長角後，坦講在天有一個當強嘅傲人。要留次嘅色彩，加以變化嘅真功夫，強下來嚟拜訪佢了。Hello，大哥。
你好，你好。刚刚让我后周也嘅日本料理，大众嘛会用到也导演食材咧。因为永安渔港这里，我特地来选鲑鱼头的食材，它烤起来非常好吃。我带你去看哦。好。去金发太高，观音行业，元旦就是女装房设计，因为认识来经营日本料理嘅松雅两公婆，于是就变做为记得嘅老主顾。下年前听讲松雅两公婆打算要结束营业，去泰国结这个慈田元旦嘅事业，听到松雅先生对头开始好，上述嘅佢对料理嘅坚持，希望做得留下嘅当时感同嘅明星。听说，那这家是我常来买鲑鱼的地方。就这个吗？这个就是鲑鱼。Hello，调咖你哦，调咖，这个是鲑鱼哦。对。哎，这哪里来的？你过来一点嘛，过来一点。挪威。对，这边挪威48小时直送。对。真劲哦！秋阳二牛可以来有鳍啊冇鳍？首先要看它的眼睛。哦，不足金金。对。它的鳃。哎，感觉还会动哎，我觉得还会挺头用哎。这个是比目鱼，对不对？对，就起边，它是靠它周边这一个部分在游泳。那这边一定非常有弹性，而且油脂非常的多，对不对？弹性，轻轻的。哎，还有一个，它还有粘液在这里，对，就是代表给起耶，拜拜嘞这样子，你看，有看得到吧？它的胶质，胶质还在，就代表有几东西，对不对？翻这鱼肚给你看啊，都很新鲜。哇，东皮耶！所以这个油脂非常的丰富，鲑鱼哦，整条鱼都可以吃。真的。除了生鱼片、鲑鱼肚生鱼片、鱼头用烤的，连它的骨头都可以熬汤，味噌汤。哎，做一种米中头，对不对？哦，很多客人哦，你们这一摊生意很好哦，平常都那么多人来买。来，从哪里来的？我们上海。哦，这是我们台湾客家人卖的鱼，客家人鲑鱼。去泰國對食材嘅研究老專業，本人當然老佢頭擺做嘅頭路上向下。本來行卡上愛啲嘅係，乜嘅原因做得本佢表下簡單嘅所有行業學日本料理嘅路咯。呢個問題先表啲心肝度，日日聽聽泰國對鬼五頭嘅料理開始來學了。去泰國呀哈，這來二來開始做料理，可是我發現你這一身服裝是，这是上野先生、文諾桑他們傳留下來的制服，他們的精神就是做什麼像什麼。好，帶着這樣子職人精神，然後就好好啊來處理我們剛才帶回來這鮭魚頭。是，我們要上烤台以前，我們會做一個齒鹽撒鹽巴。哦，這麼大會拿多按狗啊？你可以看到它鹽下來的位置有沒有均勻，30公分1尺以上的齒鹽。哦，哎，然後它就這吃起來不容易破耶，是不是？嘿，不需要先預熱嗎？不需要。哦吼，嘿，有沒有分階段的時間要調整它的溫度啊？鮭魚它本身的油脂非常豐富，那如果你烤魚的時候火很小，火候不夠熱的話，魚的汁會一直流失掉。哦，所以你一定要大火，大火的熱溫把表皮鎖住。那鎖住的話，當然因為它需要時間哈，你不能一直都很靠近火。那靠近火的話，你太大火的話，表面已經焦了，裡面還沒熟。所以烤這個的話是要有耐心跟時間，看着它的變化而去動它。哦，所以是要用看目測的，決定它的高度，也決定它的溫度。對，沒錯。原來頭擺人講嘅用木竹、用心肝、用塑造好嘅方式，未做得用啲料理地度，耐心老專心都有，將做得配成功似有皮嘅鮭魚頭。韓國呢個吃飯，要做成功一模，
范粒吸收的调皮度好嘅酸吃过后，行卡去影响你给你嘅口感关键哦。好明，珠，我们现在触饭呢，熟成的时间也到了哈。那我们可以来教你做一个比目鱼的鳍边肉我或超级寿司，爱吃。让它这个食材呢有一点熟度。哎，这个是比目鱼，对不对？。对，这是比目比鱼。目鱼的这算是哪一个部位呢？鳍边，它是靠它周边这一个部分在游泳。哦，那这边一定非常有弹性，而且油脂非常的多。对，油脂非常的丰富。要给黑马盖。这个姜的部分，姜的水我们没有浪费掉，我们来沾手。这是秘诀吗？那因为我们手有手温，是。有温度，我们泡过这个，你摸摸看。哦，有点凉凉的哈，冰的，对，降低手的温度。对，那我们来先捏这个醋饭，哎，其实这个量没懂难做，对不对？要抓的每一团都刚刚好。哎，对，真的对，真的不容易。对，这个部分它本身哈，因为它的肉非常的嫩，对，经过炙烧之后，如果你抓在手上，它可能会散开来，所以我会先把饭团先准备好，大概捏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吗？力道，你不要把这个饭全部压到很紧实，哦，就让它有点松松的，有些松松的。怎么我一走下去就念到我嘅疏风哎？够了，这样可以。师傅有一些看不下去，怎么差那么多？而且我的好贪心哦。我们把比目鱼鳍边肉放上来这个位置，因为我还要做第二次炙烧。对，这一个你的，所以要把它翻面，对不对？对。现在因为放下去了，所以必须借这个机会再把它压紧实一点点。你没有把它压紧实，到时候鱼跟饭会分离。哦，吃下去就变散掉，对不对？比目鱼适合拿来做炙烧的原因，是因为它油脂很多吗？嘿，而且它本身你如果没有炙烧到让它半熟的话，其实吃不出它的美味跟它的香气都吃不出来。要吃到它那个鱼油的香气。对，要让它这个油脂燃烧。对，比目鱼本身它只有油脂的香，你配上醋饭，其实你必须要加一点这个我们特调的酱汁提味。这样子的话，你吃起来口感会更棒。好，明珠，现在你可以试吃，很慢的一口吃，一口吃掉吗？对，一口吃。哦，可是我刚刚腌的那个酸吃饭有一些太毒哎。试试看，可能要分2口。不行的话2口，好。我在新屋这集已经因为这一刻你给你圆满了，好好吃，我哭了。看食材老吃饭伫泰国嘅曙光边起边转，亲身体验，你也才发现日本料理冇简单，搭鋪都有學問，一下冇注意，好料嘅已經出現咧。看起來簡單嘅動作，全部都係經驗老功夫哦。空地年紀里地度嘅智慧，係歲月老努力創造的累積出來嘅好東西。明珠來，跟你介紹，這是我表妹。嗨，你好，都很上哎。有嗎？有啊，28歲。哦，真嘅，然後係平時嘅，可以哦，真的。你小一點。現在他在做我們醃製雞塊這個部分，我們日式炸雞塊在本店是一個很招牌的食材。真的。你可以跟他學學看。好，冇問題呀，搞不難了，好厲害。我去忙了哈。好，謝謝。太子，你呀個雞髀肉係冇？雞髀肉啊，佢已經處理到一半咧。了去骨嘞，了是酸了多餘的了皮的了伊切體機。太子，今年喺亞豆邊嘅客家人，先冇講好開封咩嗬？嘿，哦，菜體嘅客家人。菜體土生土長。真嘅，咁用冇做到老娘嘅表哥來聽書咧？哎呦，阿媽因緣際會之下，你怎麼面有難色？係啊，頭擺全部都外地工作，了真係老人家去照顧。哦，照顧爸爸媽媽。係啊，我爸爸102歲。哇，細潤又多水，看起來跟肉汁還會流出來耶，超級揪心，而且外皮還有酥脆。當客人吃完的感覺跟你一樣。
爸爸哈102岁，哇！还有俺妈妈哈91岁，哇，都是年纪我们家大都是长命的哎。古时候觉得天数真的很照顾爸爸妈妈，对啊，然后狗狗天数哎，对啊，因为你看起来很像贵妇啊，做了个董就很委屈你。唔会，我特别是做头毛毛的。真紧哦，做长久嘞，所以我的做是全部爱切家做的，唔是本人传。哇，盖肉切好嘞，啊咧卤了盖肉，哦，盖肉会改做腌制的，改做。也黑嘛干，系水，水先标好了水标好了，还有比例哈，差不多200。哦，差不多200公克。姜油、酸油好，我就用来。好了了。还有，其实你这些都有你自己的比例了哈。米酒，米酒。可是我发现你的腌料都还蛮传统的，对，都是原味的哈。冻干蛋嘞。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炸鸡粉。炸鸡粉。这个炸鸡粉其实是很关键，是从日本来的吗？日本进口的。哦。所以像这个炸鸡块也是表哥教你做的吗？对。可以吗？开大力点。整个大力。哎。我要做。用感情。用感情哦。腌鲜食材配料比例嘅精准，是研发出看榜日本普及做唔得缺少嘅元素。熬人专心嘅啲大嘅料理做法当中，木主都本人看得出来佢嘅热情、老坚持，安样嘅勇气、老包容，本係非常嘅感动。好嘅美國經驗會做得安慰人心，料理人嘅真心誠意，行卡係一條看唔到嘅秘密偏方哦。哇！一開始呢，成本太正也可以哈，也很澎湃日本料理哦。我當場看到我就躲唔掉咧。然後平常好食啦，真嘅。哎，也都平常買日本料理，自己也很愛吃哦。对啊，对，这本身就喜欢吃美食，真的。呀，对那道也可以试试嘞。可以从生食的部分。好，先对沙西米开始的时候，可以从旗鱼开始。第二个黑芹，你看吗？我超爱吃旗鱼的。哦。美味しい哦。入口即化的感觉，好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啊，油吃啊，唔吃一撒下去就低诶。那加个口感和加个油脂散下开了，而且一定要落一些些那瓦萨比带出加个这种奇米啊呢。因为这一块旗鱼它本身位置是在它的肚子啊，肚子旁边那个三角位置，所以你吃起来会入口即化的感觉，而且油脂非常丰富。重点是没有筋。真嘅哦，嗰時候食下下嘢，咬一下佢就發開來耶。是。好，我先來試下給你給你，因為這其實日本料理它特別生食的部分要搶時間吃哦。好，來試兩個好冇？兩個係紅甘肚。哦，好。這塊很好吃哦。真的。你感覺想要跟我搶？有。還是我餵你吃？先讓美女吃。一口下，對不對？對。說不出話來的。唔怕佢講法誒，用針掉嘅啊，因為那個風乾嘛吼，而且都有辣盆，故說吃到海魚過後，它有它的肉的嚼勁。重點就是那個醋飯不用燜誒，會非常的好食。平常啊，你們都會開店咩食，是不是？前面你這邊做，然後吧台的客人，其實這邊是最黃金的位置，對不對？現做好。熟悉的客人他會習慣要坐在這。直接跟你面對，然後點一些我們當場送給他手上這樣吃，非常的新鮮，而且兩個所在呢又按把給我們的永安漁港那邊，所以新鮮的魚貨，當然有一些魚貨的話，沒菜體也是直接直送挑選最好的這樣子。好，上好了呢，然後呢是來吃這個烤了很久的鮭魚頭好了。好，你可以從這個下巴的位置開始品嘗。看看開始。盧大姐，你要協助。我幫你服務啊。對，你平常都會這樣服務客人嗎？會啊，會啊。真嘅哦。為客人服務是我最大的榮幸。哇，下眼咩素菜？嘗看那個原味的。
起甜跟肉质，而且不是熬。这一块真的肉好有弹性哦。是啊，还有它的皮的油脂也很丰富。鲑鱼头它本身的鱼骨是软的，所以它经过这样烤过之后，慢慢咀嚼它那个骨头都非常的香。它在烤的过程火候的控制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如果没有让它的油脂全部燃烧起来，你吃不到那个香气。是沙哈冷的这个鸡块部分，哎，大姐你等很久哎哈。你等很久哦。对。你电动球。来电动球。当日会鲜腌鲜走。当你先卤的哦。嘿，嘛是鲜切的，鲜处理的。好，那都唔掉的。试试看。你真可以沾酱汁。你要给黑马干就。Q 币的 Q 币，它是带点咸咸的味，免甜甜的味。细嫩又抖水，刚才跟肉汁还会流出来耶，超级juicy，而且刚才皮还有酥脆，鸡肉它的鲜甜味，还有它的鸡汁全部都保留在这里，还可以吃到它鸡汁耶。没错，跟客人介绍鸡块的时候，当客人吃完的感觉跟你一样，很惊讶，太好吃了。每出料理都有师傅嘅手艺老坚持。最多都係好味絲嘅甘甜油香，特後都係驚喜。泰國老外講，記到嘅料理，無論啲精神亦係手藝，都係延續緊宋雅先生嘅理念。大家連未講出來我心中嘅意符，年代係人嘅祖古嘅泰國，又係用藝嘅緣分之下，做得本意嘅嚴倦嘅師傅感通，啲咗日本以前。老貴10年嘅功夫，全部交俾一個完全沒料理、對頭開始學嘅去泰國呢。為什麼那個時候上野先生會願意把手藝交給你呢？就是因為這樣的緣分認識哈。他說，如果我願意接下這家店，他願意把口味做法都留給我。真的。他說客人喜歡這家店，就是喜歡這樣的味道。所以我就把兒子找回來，跟在他身邊學習。兒子本身做這一塊已經有多年了哈，已經有一個基礎，所以很快就學到這樣的功力等等。對，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你那時候答應他老給加爬了溝黑，我覺得你真的是義無反顧，因為看到你對做料理的時間，對待料理。這種精神，還有那種職人精神，我真的覺得像是你的靈魂裡面住着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信諾一樣。你的專注是因為你守護那樣子的信諾。承諾很重要。當初他要把這家店留下來的時候，他跟我講 ，Kosa， 你除了專心經營這家店以外，你其餘的興趣啊，不管你以前打球、唱歌、跳舞，那個都不可以再有。你要放棄一切，全心全意照顧這家店，才能夠做得起來。你放得下哦。對，我當場就給他承諾這樣做。重點就是做什麼像什麼。幾年下來，我們的客人反應都還不錯。而且啊，你剛剛講到對林口那一間店，就是上野先生留下來的，然後開始做之後，為什麼後來又決定要到新屋再開這一間店呢？表妹的媽媽是我姨媽，10幾年前我給她做乾兒子，其實我每個禮拜都回來，回來之後就愛上這鄉下，剛好老人家也90歲、100歲了哈，那想說來這邊也做個生意，一方面就近照顧老人家。而且好在有表妹啊，跟暗後的幫天來幫助你，你應該做得很甘願吧？兩個七個個在中介啦，推那20年從，還是爸爸媽媽很多歲的啦，我爸冇人照顧啦，所以還是轉來，生活轉來差不多10年了。哦，哎呀，我想說哎呀，這麼年輕就開始退休，這樣子就。你現在也還很年輕了。剛好表哥他接觸到這個。他就說：“那要不然本來是剛開始不是要這樣子的，只是他叫我說只照賣個炸雞塊就好，因為在學校旁邊。我那時候跳些木啊，時候嘞，摸小摸，幾木幾上，幾木又幾多，摸喊前幾多摸喊多。我哋有也得按牛賺了夠好，爸爸媽媽又有人周盤，可以有這樣的生活，多麼棒！這樣子。重點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對，是啊，是。過去啊，上野先生的口味是講出上野先生跟台灣土地的故事。那三行人呢就講雅木卡嘅故事了。
希太哥延续着宋雅先生的熬人精神，因为对土地的爱恋，留对食材的坚持，留来到了道边的精神人，看做是和下人同样来对待。可能是这份咸咸黏黏的好米线，文太哥做事爱舒服成严成人的承诺，留了份情感延续下去。对幸福人来讲，莫介是记到上梦的路，是大海带来的幸福。上夫老太家牵起来，所有的美好都化地传说地度，变做做蛋糕最小暖、最感动人的风景。一份信任造就为不平凡的职业。我看到爱乡合璧的朋友，也都因为对故乡的爱，希望推广会客文化。伊哋嘅熱情留健愛，你就將幸福幸福嘅鵝卵石供養，輕輕連連供下。其他個新書家嘅承諾，本來了解到有一種美食係用實際行通舒服之下嘅成果，呢條美好全部印在我嘅心度上，變做兩位清香人嘅風景。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晝好美食，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烈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歇18夜，四季輪迴有